要嘅長者服務，包括家居維修。自2004年，東華三院發展咗耆樂安居家居維修計劃，揾咗我哋嘅義工隊協助筲箕灣區嘅獨居長者改善佢哋嘅家居環境，包括美白家居同埋一啲簡單嘅維修工程。所以我哋攞成功咗呢7年後，我哋想單位嘅視察單位嘅實際狀況，我哋會將呢個辦公嘅地方抹翻乾淨佢，一啲有塵污垢嘅地方其實我哋會用漆鏟清走佢。過去20年，耆樂安居家居維修計劃服務咗超過500個長者單位，我哋希望見到400人擺地啦。食啦，你睇下。請問靠近車門，前後馬路，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。我真係唔知點解你嗰啲咁靚，而家人哋整